另外来关心的是，家己布袋呢有一间古早厝，最近去收到2个月的电池销单，竟然有25万9遐尔济。这厝主找台电来调查，才知影讲原来是换这新电表的时阵去抄唔对去，实际是干那爱纳300通块尔。因那台电是讲未来会来加强当年的教育训练。家己关布袋接近3项院，因为7月单那是风台破坏，到今也未征收好势。最近厝主煞收到通知，口座的钱无够纳电钱，一早才知影6月、7月这2个月的电钱要25万9千外块。伊寄单来啦，因讲我迄个口座无够钱啊，因为我讲1-2万块咧扣水电尔，带一个我讲这用几十档咧嘛好安尼尔。26万块电单要哪用？这单问政府啊！咱这个民间有才用啊26万的电单，敢袂伤喊？台电表示，家己布袋因为风台的关系，那遮侪所在电条拢倒去，一寡受损的厝嘛需要换新的电表。这阵啊，因为无用抢修较维护，所以才无场地发生这种错误。除了加强人员的训练，嘛呼吁民众若是有相关的状况，拢会当向因来反映。我们非常的抱歉。那在我们发现之后，已经立即做更正，那并且向受影响的用户致歉。那后续我们也会加强抄表同仁的教育训练，强化检核的机制。厝主表示，这间厝平常时啊无啥人咧住，只有拜6礼拜回来整理，所以进前电钱差不多拢是200-300块尔。因为换新的电表才发生这款代志，厝主笑讲，加在因为口座的钱无够，才无去纳到这条要26万的电钱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